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咱搁一届来到圣殿来敬拜伊。咱会通伫主的面前，伫圣殿内面，甲正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是咱上大的福气。这是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安静家己的心，伫主的面前，咱安静家己，咱用虔诚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上帝的圣神来望着咱，也通过今仔日江一军老师的诗歌见证，互咱搁一届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也通过每一届咱伫圣殿中间的敬拜，帮助咱。互咱无论你是毋是有拄着心内忧伤悲迫的、身体病痛的，咱拢通伫主的面前来得到透放，甲得到医治。上帝看重咱每一人的心，伊互咱伫伊的面头前诚做宝贝。虽讲咱是汉年姊妹世，总之上帝。伊无看轻咱，伊看咱亲像一个珠宝一样。每一个无共款的人，拢有无共款的特质。上帝，伊拢知影咱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对咱还未出世，伫老母的腹肚底的时阵，伊就知，伊深知咱的心，深知咱的未来，深知咱的一切。咱伫这个信仰中面，咱会通倚靠上帝，咱会当将家己的困难放伫伊的手中。伊要担当咱的罪过，伊也要担当咱的重担，要互咱对困难中间。对逼迫中间，对你行无路的时阵，伊就要甲咱开路，因为是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感谢主，今仔日中间，咱要搁一届伫敬拜中间来拄着上帝，圣神要鼓舞咱每一个人的心。伊要搁一届，互你的心对哀伤、对啼哭中间来跳舞。伊要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要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性命。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你听阮每一个人交结，你无看阮姊妹世。你看阮做宝贝，你将阮当作囝儿、查某囝一样来疼惜。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甲祝福！主，阮伫你面前真正袂堪的，我袂堪你接受这么大的恩典甲祝福。主啊，帮助阮伫每一届跋倒的时阵，阮拢通过一届去思想。上帝伫阮生命中间的疼痛甲恩典，我无伫跋倒中间来失志，求你互阮活动来回应你，祝福伫你，感谢你，将今日的敬拜，今仔日的礼拜天书完全交到你的手中，愿你圣神恩典甲阮三个伫底，祈祷靠耶稣名求，阿门。咱来唱这首歌，你欢喜的坐。我听见你疼痛的声，因为我
靠你。哦，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叫你的名，时常敬诚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叫你的名，时常敬诚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这是我要请兄弟姊妹，咱来做一个认罪祈祷。利未记第20章26节来讲，恁着归我做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佮叫恁对万民中间分别出来，互恁做我的百姓。咱做伙为着家己的罪来祈祷，咱伫圣殿。伫主的宝座前开声，为着家己的罪来认罪祈祷。咱大家开声来祈祷。听阮阿爸爸上帝，你对远知，你就知阮的意念。阮知影家己是一个罪人，无法度靠家己的意志来做完全的人。虽然阮有愿意的心，阮却常常伫罪恶中来断舍。天父啊，阮深深得罪你，求你怜悯阮。你讲，恁着圣洁，因我耶和华，恁的上帝是圣洁的。主啊，恳求你用圣神来灌安阮，充满阮，更新阮，降落圣洁的火，一尽消除阮内面一切无清气的、无属伫你的，互阮成做一个你所欢喜。合伫你圣工来使用的，用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所以咱要为着家己灵命成长来祈祷。咱正做基督徒，毋是干那知影上帝是咱的救主，知影上帝是咱的疼痛，总是咱也爱知影，咱的确爱将家己的性命。咱的灵命，搁较会当结连伫咱的主。耶稣甲咱讲过，伊是葡萄树，咱是树枝。咱树枝若无结连伫葡萄树，就树枝会孤单，
手机就会黑伫火互烧去。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爱伫主的面前，将家己献上，当作偌济。咱开声，为着家己的灵命来祈祷。咱每一个人，每一天，拢带着一个骄傲的面具咧生活，总之这毋是上帝的心意。伫彼得前书第5章第50安尼讲，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典予谦卑的人。咱搁一摆谦卑伫主的面前来开喙，为着家己灵命成长来做祈祷，咱做来祈祷。阿爸爸啊，你讲，这称做我名的百姓，若是谦卑祈祷，找求我的面，我等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的声，赦免因的罪，移伫因的地。感谢你，这是何等大的听甲恩典。主耶稣，我要学习你，成做一个谦卑、温柔、感恩的人，互阮专心有基督的香味，伫万民中间做你荣耀的见证。也求你保守阮的灵命，伫圣神的带领下面不断的成长，也更新阮，互阮有清气的心、正直的灵，成做你圣洁的器具。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门。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有爱在你面前，成做你欢喜的罪。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叫你的名，时常定心来祈祷，为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有摆在你面前，成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有摆在你面前，成做你欢喜的祭。是我要后者兄弟姊妹，咱为着教会同工，教会牧者，今仔日的礼拜，以及张义军老师今仔日的诗歌见证会来祈祷，恳求上帝掌权，伫每一个侍奉同工，每一个伫听伊兄弟姊妹服侍的顶面，咱大家开声为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阮感谢你竞选富强教会同工甲牧者来服侍你，求你伫阮的中间赐了彼此相听的心，求你加添阮教业的稳定，将服侍看作是通欢喜的福气，经历甲你同工的美好。就阮若服侍，若甘甜，也求你保守因的心灵拢得到健康，也祝福因的婚姻，互因成做家庭甲教会的热坎甲祝福，
将今日个礼拜，甲蒋宇君老师的诗歌见证交托伫你的手中。但愿阮今日所有的人会当经历你的同在，甲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是我邀请兄弟姊妹咱的起立，咱这是要为着明年50周年，咱教会来祈祷。相信咱教会会当成做正教会祝福，相信咱教会会当成做这个城市的祝福。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安尼讲：万军的耶和华，伊安尼讲，毋是我靠势力，毋是我靠才能，是我靠我的神才会当成。兄弟姊妹，有圣神当工的圣工，会带来教会的复兴。求主圣神充满伫每一个属伫伊的百姓，互咱咧做圣工的时阵，充满上帝的智慧甲开力。愿圣神大大关握伫富强教会。咱要宣告富强教会是上帝所欢喜的教会，特别伫迈向50周年，咱教会通成做正教会甲城市的祝福。咱做伙开声，为着富强教会未来照明，做伙来祈祷。主啊，主啊，阿爸爸，阮需要你的权柄甲开力，求你听甲合一的灵，充满伫富强教会甲所有的信徒中间。求你帮助阮，无看彼此的分别，我爱注目伫更较重要基督的心意顶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求你帮助阮伫生活中间，真正他往出基督的听。佮深知只有通过圣神的开力，才会当真正成就你所欢喜的成功。主啊，愿恳求你，赐落恩膏的关握，带领你的囝儿、查某囝活转归向你，吸引佮较侪的百姓来认捌你。你是黑暗中的光，你赢过一切黑暗关系。主，你是世间人的光芒。也恳求你改变我，改变这个世界。我要宣告，主你的圣神的确要伫富强教会成就新的事、新的恩膏、新的恩典、甲新的愿望。阮阿里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平后，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平后，听你的声，我的无声，我心所听，忘了家己。互你传，你是神奇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掌舵。有你传，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散我，愿我一生互你的旨意去听。我永远无
我，永远一生无你的情。你的正，搁一届宣告，你是圣洁的上帝，你是圣洁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祝我，有你引带，我拢总袂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忘失我，永远一生，有你的情在这。你是神圣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祝我，有你引带，我拢总袂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永远一生，有你的情在这。永远一生，有你的情在这。永远一生，有你的情在这。主啊，你是堪你受尊重的主，我们跪下来讹了你，我们用专心专人来讹了你，因为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万物拢要伫你的面前拍败，愿一切讹了、尊贵、荣光、冠冕拢归予你。主全能上帝。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万世哦！你的道路公义真实，基督救主耶稣，荣耀尊贵。圣洁的游客，万人跪拜，主你最后的高永远，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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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是看的尊严高。荣耀，荣耀，荣耀，荣耀！救赎的你，冠冕赎的你，天的赎起冠上帝，主全能上帝，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万世哦！你的道路公义真实，基督救主耶稣，荣耀尊贵圣洁。主你最后的高永远，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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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的心看的尊严高，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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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天天手机关上帝，哈利路亚，哈
现在，只有你是看的尊荣高乐，荣耀，叫阮属地你，冠冕属地你，天的属地冠上帝。现在，只有你是看的尊荣高乐，荣耀。所有我属的你，冠冕属的你，天的属的冠上帝。唱圣诗305首。我的心为着唱歌，好了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好了。全能主上帝，一大救主听从上帝，照顾人类的天父，赐归温泉，赐福天的长出三不愿欠亏恶乐，只愿主上帝。我的心，虔诚调基主的面，伊是全能永光上帝，永远伫你天顶地，只称主上帝。哈利路亚！我要学了天顶。上帝，阮的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收拾人类生命、收拾一切的美好福源的上帝。主啊，阮伫今早起用欢喜、仰望、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为着要调见你的面，为着要领受对你来的恩典、你的话语的造就，以及你属灵的祝福。俾上帝。感谢你，互阮迎接春天的雨水，也看见你用雨水来润泽土地，也阮看见天气四季变化的奥妙，互阮伫主你听的内面，逐个时阵拢有上帝你的恩典，互阮的路径也亲像有油在滴伫阮头前美丽丰盛的脚步。主啊，阮要甲你感谢，愿你保守今仔日。阮伫你面前，大家同心自的敬拜，阮同情的心，通过你的话语来得到造就，通过诗歌敬拜、祈祷、恳求，领受上帝你至宝贝的恩典甲疼痛。感谢你，愿圣神甲阮同在，来引带这个敬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犹原徛地，大家做伙来纪念。新的改变来明白主的教示，做伙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
恁也着安尼相疼。恁若相疼，众人要对伊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时，请咱做伙来启用启应文第8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心会快乐。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作伴。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至圣、至悬、至大，听阮的主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你正受阮的儿女，阮着开喙大声学乐。伫即个圣主日的早起时，阮聚集伫圣殿当中，用着吟诗敬拜来回应，感谢主的恩典。你赏赐阮有日头的烧热，光照百长，佮赐阮有够野的雨水，互我国通生长。你佮赐福，互阮心身灵通健康勇行。伫开春的节气，赐阮灵命的快乐，来灌压振作心中即个有福气的田，佮利益身躯边有需要的人，互阳光归伫至悬的上帝。阮深信，主耶和华，你的圣名极其伟大，对古早、现今、煞到将来，你的慈爱长、悬、宽、深。检视阮即个土粉的器躯所孝顺的真的吗？阮只有用着诚实谦卑的心，学习使徒保罗伫圣经所记载讲，上帝所做的一切拢是好的，咱就应该用感谢的心来领受。佮记伫利未记所写，爱遵守主的律例诫命，上主要照时降落雨水，互咱的土地生产五谷，果树结出果子。咱要不断收割，佮要伫家己的土地安居乐业。感谢天父真理的教导，哈利路亚！感谢主。一点，阮要为着教会，要迎至说到50许年来恳求祈祷，求主互阮伫逐项的圣工顶面，尽阮家己个人所领受的恩赐，做上帝你的好管家甲女婢。无论伫逐种的团体、小组、牧区、牧者团队、中职同工，拢得到上帝的眷顾，得到咱富强人大家庭无穷的祝福。同心合意，做伙兴起复兴的国度，恳求爸上帝，嘛赐福气伫咱国家所有的部门首长，有智慧、疼心甲能力，互台湾社会有平安。
阮嘛为着教会当中有身躯病痛、心神软弱、心灵欠安的兄弟来代祷。阮确信，慈悲佮怜悯的天父推听阮当心的祈求，医治阮软弱的肢体，互百体当受稳定，诚侪信者基事的见证。听的网络敲一通电话，传一个来的请安问候，祝福阮所有的兄弟，诚做一个oikos听的连结。上时，阮嘛恳求圣灵伫阮中间，互今仔日主讲的蒋怡君老师，用伊生命的见证，甲咱做伙分享上帝的恩典。虽讲人伫世间的路上有坎坎坷坷，但是加在有主上帝的同在，这个困境拢诚做上大的祝福。平安福气也要引带更较侪的朋友得到喜乐。人生风云行到担，亲像彩霞满天下，敬虔服侍搁知足，温馨分享伫富强。求主圣灵做工，互讲甲听的拢平平得到上帝的恩典。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来求，阿免。享受上帝的话，今日咱所要读的圣经是记载伫诗篇30篇11节到12节。你有将我的蹄口变做跳舞，将我的满衫脱起来，用欢喜做大甲我下。安尼，我的心神就袂恬恬。为唱歌称赞你，上主，我的上帝啊，我要永远感谢你。愿主赐福听叹主的话，佮行主的话的人。这时，咱要邀请圣歌队来献诗。今日所要献唱的诗歌是快乐诗歌。
啊，咱今日感谢蒋老师指导圣歌队用着美好的歌声，带咱做伙来学乐敬拜。咱真欢喜今日邀请蒋怡君老师来到伫咱的当中，来甲咱分享伊生命的见证，对哀哭到跳舞。蒋怡君老师是我大学的同学，伫我印象当中，伊就是非常的水吼，伊非常的水伊的声音就亲像迄天使一般的天籁之音咯。伫这2冬，伊常常受到邀请，到伫教会机构也是社会团体来做见证，也真侪人因为听到伊的分享，伊的见证得到真大的激励甲造就。咱就邀请蒋老师用和声做伙来邀请老师。我的台语无少练得，毋过我真力吼。富强教会的兄弟姊妹，大家到早。大先我爱来感谢牧师甲林青，我的大学同学的邀请，伊那一直落来，互我会当甲圣歌队斗阵唱歌学乐主，咱的主上帝，嘛有机会伫主日来献诗，甲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阁特别用一个台语版，因为我惊讲我看华语讲袂练长。咱斗阵来祈祷。亲爱的主阿爸爸上帝，感谢你阁一摆组织咱兄弟姊妹做伙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学乐你。求你亲自开咱的心，开咱的耳孔，来听上帝你的话语，照着你所安排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阿门。拄则咱讲到见证毋知影你位兄弟姊妹敢有听过？敢有甲别人讲你的见证？有吼，真正足赞！我较早就爱听别人讲见证嘛，爱听圣经，嘛爱看圣经故事。毋过感觉迄个见证拢是写伫圣经内面的故事，嘛真正发生伫别人的身上。我敢若毋捌听过上帝的声，嘛真好奇。听到上帝的声是啥物感觉？上帝的拯救，甲上帝的话，甲上帝对答是安怎样？伫见证进前，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叫做江怡君，蔡启雅名第1名。伫教会，大家拢叫我 Annie 老师。自细汉到大汉，我就决定。自细汉我就决定要做一个会唱歌、会弹琴的音乐家，所以我足拍拼，嘛足幸运，有厝里人的支持，学音乐为成功所谓成功的路行过。上帝恩典，互我伫美国得到奖学金，伫明尼苏达大学一直读到博士。今仔嘛伫台南大学，咱台南的迄个国立台南大学甲台南神学院甲册，嘛伫新竹马街病院做员工圣歌队指挥，客家圣乐团、新生合唱团、台北 EMBA 合唱团做声乐指导。我有教声乐，嘛教钢琴。我较早是雅马哈老师，我足爱囡仔的。我阁教唱台湾客家的民谣，嘛教唱圣诗。阁举办音乐会甲音乐治疗的讲座。以上是平常时我去演讲的时阵做的自我介绍版本。好，即马毋过人叫好听的强博士还是教授，对天顶跋落来，嘛有另外的身份。我伫厝里嘛是煮饭乌巴桑，我嘛爱洗衫，嘛爱摒扫。会知影，嘛爱起来，一直叫囡仔起床，送囡仔去学校，嘛是爱共款甲厝边斗阵录粪扫车。重点是，我嘛是2个囡仔的妈妈，
单亲妈妈，爱家己车养我家己的囡仔。大家感觉足奇怪，你拄则毋是讲你足厉害，哪会突然间变做孤儿寡母呢？这中间的变化，敢若演8点档连续剧一样，演得很离谱，真的很狗血。不过我毋是编剧，这一切拢爱对上认捌上帝开始。我的身边虽然阁有足侪基督徒的朋友，不过少年的时阵毋捌甲人有人甲我传福音，一直到大学的时阵，我才拄着对我传福音的人。后来这个人诚做我的牵手，今仔日我的媒人阁有来呢。1998年，我伫美国 Boston 受洗，诚做主的查某囝。伫美国留学，留学，伫美国读册，留学有10冬，日子无啥好过，足歹过。搁住伫世界上冷的明尼苏达州，一冬有6个月落雪，上冷到-50度。互我足少念我的厝邻人，加在有教会，阁有团契，互阮留学生，我讲留学生会当定定做伙，阁会当食着台湾味的食物。2007年，得到博士学位，转来台湾，拄着经济歹，上帝嘛毋捌互我夭着，住伫家己的厝，无啥物欠缺，时常感恩咱是活伫台湾，毋免亲像乌克兰遐可怜，要走炸弹吼。伫台湾嘛足自由的，毋免互人管，毋免互人监督，足方便。定定为着安尼来感谢主，这是咱足简单基督徒的感谢。毋过人生有好嘛有歹。2011年，我的家庭就出大代志啊！囡仔的老爸突然讲，无法度阁甲阮斗阵生活，伊就做一件代志，叫做离家出走，放我家囡仔留伫阿公阿嬷的厝。阁我的爸爸，外头厝的爸爸，信德的爸爸吼，得肺癌。伫半冬内，我足不得已的爱搬厝搬3摆，每一摆拢是足艰苦，爱放下足侪物件，咱讲断舍离吼。我一个人搬拢搬袂赢，只好一直等甲剩我想要留的物件。上尾啊，我只好带囡仔搬转去新竹外头厝，嘛爱开始照顾定定要做化疗的爸爸。陪伴我爸爸安宁照顾的过程足辛苦的，毋过上辛苦的就是我心内的疼。迄有可能是一个甲你做伙生活要20冬的人，突然无去。无法度讲话，找无人，心脏敢若随时拢要爆炸。你毋知影要对啥人讲，嘛毋敢讲。其实，只好甲上帝讲。咱拢嘛安尼吼，基督徒拢甲上帝讲。我无确定上帝敢有咧听呢。我着逐工拢流目屎，流目屎嘛是爱工课啊，嘛有演唱啊。嘛爱生活，阁爱带囡仔，我嘛爱陪伴病的爸爸。我只好一工到暗，缀一个假面具，假笑，去唱歌，阁教册。若是要转去到厝里，就想要哭，想要伤心，毋过嘛袂当互囡仔甲厝里人看到。即摆想袂起来，迄个时阵是安怎过日子的？陪伴爸爸，为伊会当行到摆骹摕拐啊，到杀轮椅，上尾啊住伫安宁病房，
伫我转去新店2档了后，爸爸转去甲上帝啉咖啡。代志发生的时阵，上帝互我突然间想到，我较早有捌指挥着火车头教会，也听过一个叫做淑芳的姐妹，我都叫淑芳啊，淑芳姐。见证伊安怎认捌主，全家成做基督徒，我就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伊，叫伊甲我救。为迄个时阵开始，伊就变成我的属灵的先生，逐工互我甜条条问同款的问题。代志哪会变安尼？上帝哪会安尼对我？我要安怎？我即摆感觉迄个时阵足见效的吼，因为我的面皮伤薄，无法度家己面对突然发生的代志，定定求主甲我带走，四好。搁伫上帝互我做代志，拢要完整，加在上帝互我一个做代志拢爱有完整的计划，才要去做的个性。若是即个方式袂成功，搁家己用甲足凄惨，再搁换一个死法好啊！虽然每一工拢无想要面对，嘛希望困起来了后，一切拢是噩梦。毋过逐工起来念家己的喙皮，拢会疼，拢是真实的。每一工拢过甲足痛苦。这个歹念头，互淑芳姐妹知影，伊足毋敢甲我讲，上帝正疼我。我哪会为着一个无珍惜我的人，想要自杀呢？这毋是上无价值了吗？喂，喂。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你，伴一生之久。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
归给主。有一天，歹势囡仔我唱的歌拢是华语的吼。有一天我听到一条歌，足见笑，我家己教的是古典音乐，还佫有音乐治疗。即个时阵，我教的音乐竟然一点仔拢无效，竟然是我平常是看袂起歹势的敬拜诗歌，甲我慢慢仔带转来。上帝互我伫遮好好啊悔改，因为我感觉讲唱圣诗、唱遮的大作品，遮感觉有我们说有水准哈。有时候我们敬拜赞美的歌曲，就感觉讲遮简单，毋是讲无水准嘛，是敬拜上帝，只是讲较简单尔。遮个歌词拢是圣经节，每一句拢足安慰我的，尤其是上尾仔一句。漫漫长夜陪你度过，伊听我伴我过一世人。我足感谢苏芳姐的提醒，上帝照着我对音乐的敏感，阁有勤读圣经，用伊的话甲诗歌来拯救我。苏芳姐叫我爱逐工拢用诗歌来学老主，袂当互家己黑白想。互撒旦照着我情感足软弱的时阵来试探我，互我失去盼望，陷入属灵征战的危险。大家敢有听过属灵征战？迄是有一当，阮伫美国的大学教会灵修的时阵，伊的主题就是灵修征战。我迄个时阵毋知影，嘛毋捌，甲退休会当作是一年一摆的度假，倒来教会去佚佗、顺续上课。事实上，上帝不时啊，着照着遮个教会活动咧装备咱，来面对每一个阶段的大魔王挑战。无想到几冬了后，遮个装备竟然保护我经历遮个属灵征战。即马想想的，我唯一做上对的代志，就是甲上帝抓条条。我甲伊讲，我是你做的，你爱替我负责。伫你还袂互我答案之前，我绝对袂放手。我即马分享的代志，毋是一工两工，还是一两个月，是我逐工的读经、祈祷、感谢、唱歌、学老，甲慢慢迄个感受到上帝的拣选，还佫有伊要我煞遮要做的代志。当我心内迄个空慢慢互上帝补起来的时阵，是上帝恩典要降临的时阵。属灵的征战一拍就是几十冬，十几冬。我每工的灵修是较早的几啊十倍，连行路、运动、单车，一个有闲我着灵修祈祷，听讲道来亲近上帝。上帝慢慢甲我转过来，定定为经节，还是默想，还是祈祷中得到教示。迄个感觉足亲像咱咧敬拜赞美的时阵，突然间换一个音，就变一个调，甲我为足痛苦中拯救到上放伫伊的，甲我为足痛苦中拯救起来，放伫上帝伊的花园内。上帝定定用足奇妙的时光、经节来带我经历伊的同在，互我定定伫心情足歹的时阵，用交托祈祷，突然间会当足感动、足欢喜的流目屎，有足欢喜的迄个喜乐。即种的欢喜、快乐，足歹用话来甲用言语来形容。我感觉足欢喜的时阵、喜乐的时阵，想到使徒保罗伫传福音的时阵，捌互人掠去拍搁落家。毋过伊嘛是讲爱喜乐。咱到底来读好不好？我们知影，我们用中文来念好吗？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后盖我会 update， 我会升等用台语来读。虽然我毋知影保罗的喜乐为倒位来，毋过我知影迄个时阵有足侪亲像淑芳姐安尼，知影我出代志的朋友，点点啊为我的苦难祈祷。我则定定会当感受到迄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啊，搁减少我迄个破厝的疼，嘛会当忍受遮尔大的打击。行过死荫的山谷，进入平安，搁继续勇敢的带囡仔向前行。是否你已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咱到底来唱好不好？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我想讲今仔我会讲台语足专心的。我这条歌毋捌唱煞了，拢是别人替我唱了的。无想到伫我上软弱的时阵，竟然有遮尔侪天使替我点点啊祈祷。上帝嘛，互我经验，定定伫行路的时阵，还是开车的时阵，莫名其妙的跳出来。我家己拢感觉足神奇的。上重要影响我的有几节是经节。第一个是，我不但要你风闻有我，也要你亲眼见我。
第二在是要休息，知道我是神。第三在去撒种。这个经节，逐摆拢足奇妙的跳出来，互我想足久的。上帝为什么一直互我领受这个话？拢是这几句呢？每一摆我经历上帝的同在，我就会甲师傅一个分享。伊总是鼓励我，上帝袂互我白白吃苦，因为伊咧装备我，拣选我成做福音见证的精兵。嘛，因为我有要对耶稣扛起伊的十字架继续行，未来就有机会要去帮助搁较侪甲我同款心内受苦的人，带因行过死荫的山谷。伊交代我爱做去野种，敢是讲野种吼，撒种吼。这就是马可福音第4章第20节，咱到底来读。有些人好像撒在好土种的种子，他们信息领受了，并结出果实，有的收成30倍，有的是60倍，有的就是安尼。就是即句经节，互我明白上帝要互我去野种的心意，要收成30倍、60倍，甚至100倍。有可能我是收成30倍，有可能有更多人是跟我一起收100倍。过来，我为美国转来了后，一直伫南城、甲城甲、甲台语诗歌，毋捌用我家己的母语客话祈祷学落。巧伫我无得意的时阵，转去到家乡新竹，才有机会对陈建中牧师，还有曾正中牧师学客话。我本来会晓讲客话，毋过学客话是另外一件代志，因为我爱唱歌，看到字会当唱。教客家的诗歌传福音，参与着客家圣乐团的服侍。若毋是生命中出代志，转去新竹，我嘛毋捌。无可能有安尼的机会来用客话服侍阮本族的客人，这嘛成就创世纪50章20节，约瑟讲的神的意思，上帝意思原本是好的。后来有公司邀请我去做音乐指导，互员工唱歌、弹琴，互因有新生灵的造就。上帝借着我伫教会甲工课的服侍，了解我，互我了解去野种的意义。上帝互我拄着几位基督徒的头家，因大声受到上帝的祝福甲恩典。伫起做的时阵，嘛谦卑服侍做伙拍拼的同工。我嘛希望，因嘛希望大家会当喜乐的斗阵，行伫上帝安排的路站。福杯满天，后面的相片正边遮吼，我是2023年对客家圣乐团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参加全国客家宣教大会。这边的顶面，这是伫2023年 YMCA 伫台南。YMCA 合唱团在台南文化中心演出弥赛亚，我是踮伫中央，这敢有踮伫中央穿蓝色衫的迄个，蓝色礼服的迄个。下面是即个公司举办卡拉 OK 活动，内面的员工拢有甲我对我上课。上帝借着圣工甲教唱歌，互我服侍伊，嘛服侍众兄弟姊妹。接落来，即句是爱休困，知影我是上帝。我的爸爸号称开五金行，我拄则问林清说五金行要安怎讲？五金行吼，伊有阮4个千金，还佫有空金的妈妈，所以五金行。爸爸足无闲做头路，所以厝里的代志拢是阮4个姊妹来斗相共，换电火球啦。拍螺丝，拍装螺丝啊，吼，还是讲新年的大饼扫，拢是家己来。当我拄着属灵的征战的时阵，我嘛是家己想办法去找人拜托解说，哭甲无声，目睭阁红阁肿，影响着我看谱、看舞舞，还阁有演出，阁着梅尼尔氏症，大家敢知影迄是啥物？
你一个当心就昏头暗地，伫迄压力之下，我的头毛嘛是亲像化疗安尼，一直落，落啊差不多要变秃头啊。迄个时阵，我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忧伤的灵，互骨头孤单。我完全无法度靠我家己，只会当点点啊祈祷，求主伊伫我，莫阁继续哭落去啊！我足爱哭的。其实上帝早就甲我讲，爱休困，要知影伊是上帝，因为伊掌管一切。只要我点点啊，莫出声，伊要替我征战。是我家己臭耳巷，无听上帝的话。咱在座的少年人爱记得，爱会记住圣经的提醒，无就会行足侪冤枉路。我讲大家是少年人，包括80岁的少年人，这是谁讲的？彭蒙慧老师，伊讲。大家好，我是彭蒙慧，我今年89岁。迄个时阵伊89岁啦，后来伊97岁，登去甲上帝啉咖啡嘛吼。伊讲我89岁，我还在台湾工作。你们年轻人呐、要加油，要多多加油。我就跟他讲呀，我是年轻人，我比他年轻太多了哈。佮有一摆，在高雄大学教会的大牧师，邀请美国爱恩台福教会的欧中伦牧师转来报道。欧牧师捌是伫我美国教会的关怀牧师，伊甲蔡牧同牧师拢是当年带阮做属灵征战的灵修的牧师。伊知影我的代志，报道会了后，我一个看到伊，就甲伊揽咧，亲像囡仔看到爸爸安尼，足委屈的哭起来。伊知影迄个时阵，我失去信心甲毋望。伊就问我讲：“Annie， 你希望你的囡仔有啥物特别的人格？”我一边流目屎，一边想讲，一边讲，可能是亲像日头遐尼温暖的个性，仁慈，阁有爱心，嘛有信心，嘛勇敢，阁有充满毋望。我的愿望会不会太多了？牧师讲真好。你着安尼甲上帝求，我嘛替你代求祈祷。毋过，你爱大声，互你家己变成安尼的人，囡仔自然就会继承你留予伊的人格遗产。哦，这个是胡宗伦牧师。好。我去年12月去加州演出，上边仔迄个是我的查某囝，伊即摆伫加州读册。因两个查某囝拢是伫美国生的，所以伊伫遐就一边攻读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上顶面是，你看2005年哦，20当前，何牧师阮去 Colorado 灵修的时阵，伊抱我的囡仔，迄个时阵伊5岁尔。下面是牧师甲我的查某囝。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只剩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
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缠累，永远不后退。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自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所以呢，毋是我去找上帝，是上帝找我，已经选我。迄摆，乌牧师互我足大鼓励，足大帮助。大概就差不多是为迄个时阵开始，我的人生慢慢啊为乌白当做彩色。有灵修的祈祷，阁有运动，我阁有去我dream有重力训练，我连去复健，我肩胛头啊，阁有颔骨仔筋拢会疼。我复健差不多10档，我即马毋免去复健啦，就是重力训练甲我训练好啊，慢慢啊好起来。人生嘛有选择，你无运动就去复健，还是你要好好啊运动，保持健康，毋免去病院看医生。过去我看家己足失败的。因为毋知影家己伫耶稣基督内面的身份是宝贵的，看袂起家己，甘愿当做属灵的孤儿，无啥相信上帝会甲我救。我虽然嘛是足热心的第一代嘅基督徒，信主也要20档，毋过无伫上帝内面生根，无足认办家己，看家己的软弱甲缺点较济，无安全感，定定感觉，我拢做袂到。毋过，我有参加遮个遇见神营会，啊，阁有医治释放特会，慢慢啊，甲我心内迄问题显现，互我看见，叫我安怎来拒绝撒旦的白菜话，我靠真理。我嘛捌因为破厝的婚姻有苦毒，心内怨愤。毋过上帝教我，无造就的人，无造就人的话，一句拢毋通讲出口，爱我拒绝苦毒，要写遐个得失我的人。当转去新竹的时阵，每礼拜爱走台南读册、教册，内心会忧闷，啊，阁有爱赶车真忝，定定困袂饱。属灵的朋友甲我鼓励讲，爱我每礼拜每一摆拢来台南，当作是度假，顺续来唱歌趁钱。即个是高雄的喜乐岛教会李牧师一个看到我，有一摆拄着我，伊就甲我翕一个度假风的相片，留一个足好的见证。我真正来度假。啊，阁有一寡甲我上课有特别身份的学生，有的是头家、董事长，有的是退休的工程师，还是园区的主管。因一世人毋捌开喙唱歌，毋知死会来找我上课。哦，不止遐认真呢，比我的学生搁较认真。为毋敢唱，到唱歌会一直喘吼，啊，一直到会当真欢喜唱出几十条的歌曲。安尼特别是甲学生嘛是朋友的迄个友谊，互我定定有机会当伫度假上课的时阵，对咧食好料、啉好酒，啊，搁学驶船有看到无？啊，我伫阮的雅果游艇这边俱乐部啊，学驶船，啊，搁拍高尔夫。当我的内心听上帝的话去休困，甲上帝同行的好处，
真正是超过我所求、所求、所想的。淑芳姐甲我讲，只要我甲上帝的代志当作是我的代志，安尼我的代志就是上帝的代志。虽然我无一个全人的工课，毋过上帝有交代，每一个坚韧的工课，拢是交代互我的全人职务。Do your best, and God will do the rest。伊的意思是讲，你尽力去行，上帝就会来甲你斗3工。每一工拢是新的，真心真意真诚疼主你的上帝。我嘛感谢疼我的爸爸，用伊的性命上尾2冬来陪伴我，互我心内无遗憾。感谢我的姊妹、我的姐夫、妹婿，总是互我全部的支持甲帮衬。伫我教册演出无闲的时阵，带我囡仔去吃香喝辣住豪宅。如今我嘛家己买有厝，甚至旧年妈妈身体欠哀，伊嘛搬来甲我住。即马我是名副实期的妈宝，我3顿拢有食着阿母煮的饭，真正足稳定。因为上帝互我有语言的恩赐，互人邀请去东京、北海道演出。趁着演出的机会，上帝嘛交代我几啊摆去日本旅行。上帝奇妙的带领，互我指挥马街病院用员工圣歌队每一礼拜的献诗。相片上下面遮吼是马街的院长、医生甲医务部的牧师甲同工。马街的团队不但拯救人的性命，也拯救灵魂，服侍心灵软弱的人。前几冬吼，咱做伙行过上严重的 COVID-19， 嘛彼此祈祷，甲圣歌队有特别的革命情感。带我向前行的淑芳姐，伊家己先拍赢伊家己的属灵征战，才阁带伊的先生到主的面前悔改。因一冬了后，就做伙互圣灵呼召做传道人。2017年7月，陈永斌牧师，就是你看到顶面迄个穿白衫、穿牧师服的哈。陈永斌牧师在高雄林雅教信义会奉牧，我特别去献诗祝福，见证上帝的一切作为。因也继续带足侪心灵困苦的人，拿着属灵的宝剑，还有顶牌，继续去拍每一人的属灵征战。2023年。咱全家去参加因查某囝的婚礼。旧年伊也升嫁做阿公阿嬷，我亲目睭看到一个本来被破碎的家庭，安怎互上帝回转使用，诚做侪人的帮赞甲祝福。较早我若看到囡仔吼，就感觉足悲哀、足无奈的，失去老爸的真正可怜。后来互主转变了后，我就看见上帝总是特别拣选的恩典，因未来可能会接受上帝安排魔鬼训练，还阁有装备，会当了解遐个失去父母的囡仔，陪伴因，诚做无款款的祝福。我嘛爱多谢我的囡仔一直对伫我的身边，互我这个做老母的，在软弱中见刚强。因为有因，我才无失去活伫世间的毋茫。这是一心着陪伴我10几冬教会主任牧师爸爸妈妈，我安尼称呼因，因为因毋但是我的属灵的看挂、属灵遮盖，嘛时常为我祈祷关怀，还阁有我的 RPG 的伙伴，迄嘛是我上大的应援啦啦队。伊今仔日嘛替我祈祷，因为我即马头壳痛，我讲叫伊请伊为我祈祷。逐摆的演出甲服侍，拢有伊伫后壁。祈祷的双手，求主保守我的平安。这相片是旧年阮暑假特别约来台南，伫奇美博物馆度假来参观。今仔日，咱毋是甲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属灵征战就是安尼，生活也是安尼 ，COVID-19 也是安尼。因为咱看袂到迄个病毒，嘛看袂到撒旦，
而且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伊会食恁兜上软弱的迄个。今仔日的见证分享，所有代志拢是我甲上帝的关系。我常常感受到好消息电台有一个 Joyce Meyer 牧师，伊分享一个意念。当有的时阵我足拍拼，毋过代志嘛是足袂顺，还是讲我唱歌唱了，我感觉讲无满意，我讲话讲甲哩哩啦啦。上帝嘛会伫我的边仔轻轻甲我笑一笑，甲我搭我的肩头讲 ，Annie, you did a good job。我干那看我家己的努力，还佫有一切，我所有的一切，袂佫要求家己袂当犯错。会知影我学音乐足可怜的，袂当弹唱，弹毋着音对无？哈，袂当唱毋着字。哈，我嘛开始原谅我身边所有得失我的人。今仔日我会当选择遐会得失我的任何人，拢袂去影响着我的心情。我嘛会当选择每一天甲上帝同行。我嘛会当为着囡仔的老爸甲伊的家族来祈祷，因为13年后的今仔日，伊阁继续过浪子的生活，伫外口流浪。厝里人无法度了解伊的选择，因虽然是基督徒，嘛是甲旧约圣经中列王记遐个国家同款，会拄着属灵的征战，无小心规个族群拢用互撒旦掠去做奴仆。毋过，我嘛相信，只要人悔改，同款会当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全能，选择转去主面前悔改，过得胜的生活。阿免。伫约伯记42章50安尼讲：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的朋友拢讲，互主改变了我，真正甲较早无共款。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在天上，靠耶稣会不一样，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就是一国都变成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就是一国都变成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真的是把荣耀跟掌声归于主。上帝毋那是6000年前创造亚当甲夏娃的上帝，嘛是2000年前赏赐伊的独生囝耶稣为人的罪，互人定十字架国外的主，嘛是伫21世纪今仔日拯救我脱离撒旦的白贼话。派天使带我出死荫的山谷，互我永生的上帝，救主的拯救，互我甲足侪圣经内面的人共款，为无希望的痛苦中过活。我伫感恩的时阵，我就看到我的身边搁较侪比我搁较辛苦的查某人，伊嘛忍受着迄个婚姻破碎的疼痛，家己带着囡仔辛苦过日子，我常常为着因来祈祷。求主互遮个属上帝的囡仔，伫伊的看顾中会当平安大汉。当我决心用疼的态度去面对一切，伫听你成全上帝的心意，伫听你无惊吓，伫听你无怨恨，无苦毒，伫听你无计较，无看路，欢喜的心就亲像水泉流出来。
若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本人，同款嘛，捌心灵破碎，毋知影安怎祈祷，会当请牧师，还是长老来带领你，求圣神降临，会当医治你心中的伤痕。你若无遮的痛苦，我嘛爱来为着你感谢主，因为咱是福杯满地，阁有会当去帮助迄个心灵有欠缺的人。主的爱如情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受的伤痕，求你来医治。主的爱如情。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破碎的伤痕，主用全能的爱来医治我。在我的心灵深处，一直触摸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里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我心里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我讲伤济啊！我本来就爱讲话，上帝都派我去唱歌，唔通讲伤济废话。你若想要讲出造就人的话，先来坐这边，报名唱诗班，还是参与拄则头前这排，好敬拜赞美，练习声音的共鸣，才会当常常讲出、唱出，搁较侪造就你的、造就人的话甲诗歌。我爱来继续，参像诗篇讲的，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脱去我的麻衣，为我披上喜乐，所以我不缄默，我要歌唱颂赞你，主我的神啊，我要永远感谢你。你们得救在乎归于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以赛亚书安尼讲：我是上帝仆人蒋怡君，今仔伫上帝所爱的富强教会、长老教会分享主安怎将我的哀哭变作跳舞，愿全能的主上帝耶稣来使用我，赐予我的声音来见证，学了咱的主，甲一切的荣耀归予主上帝。上帝祝福恁。我甲下面的时间交予牧师。各位兄弟真欢喜吼！今仔日咱通过蒋怡君老师前美好的见证心内有真大的感动。咱蒋老师吼，伊讲伊的名是蔡奇啊名，毋过伊的蒋吼足少听到安尼，说是姜子牙的姜安尼就对啦吼。第二个是讲蒋老师咧，伊客家人，但是台语吼讲了袂输咱的吼，实在是
足感动。咱有2、3项的邀请吼，咱要做祈祷，也小等下再来吟一首回应诗吼。听到蒋老师的讲因分享吼，我有想到咱较早唱一首即个国语的诗歌，伊讲：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成酒。意思讲，咱的葡萄青青酸酸涩涩，你若无甲落落去甲刻，互伊变泡，就袂油袂流出来。你葡萄吼，青青是好食，是甜啦，但是你着要落入去酒榨内底，互伊发酵，才能变做水的酒。我相信咱听过姜老师的分享，你拢会想讲，若姜老师前半段吼，拢是人生胜利组，安尼毋是介好吼，大家嘛安尼啦。但上帝吼对伊有特别的意思，毋是做啥物毋对，也毋是去做啥物危害别人，但是就是变成单亲妈妈。互咱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有可能迄阵伊的选择是家己消极沮丧，就来人生可能会变做足黑暗。但是伊无放弃，伊来找上帝，上帝互伊重新阁爬起来。其中我嘛一个感动，就是讲姜老师伫即个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吼，有属灵的朋友甲引带。所以咱在座遐尼几位，你的角色是偌尼重要。你的身躯边嘛有可能有一款本来是真顺遂、真顺利的人，突然间滑倒，伫黑暗中需要你牵一把。咱真感谢咱的林清老师啦吼，伊安尼替咱来邀请到伊的同学吼，姜老师来咱中间。这时我要请音乐小细声吼。牧师要邀请咱做一个祈祷，大声是要咱心中一个回应主的听。第一，咱通过姜老师伊美好的见证甲分享，咱为着伊来感谢上帝，因为伊无互这黑暗拍倒，无互这空中掌权的来威胁，而且伊无伫黑暗中。听遐个白贼的谎言，伊行出来伫光明的人生。上帝加足侪倍的恩典赏赐伫伊身上，特别伊受差遣，要见证上帝的听。各位兄弟姊妹，我要招咱大家心内有一个决志，你是毋是有缘同款接受主？亲像姜老师伊所讲的。进前是听过有上帝，即阵我要亲目看上帝。你心中是毋是有啥物艰难，还是无共款的境遇，是你行袂过的？咱通过姜老师的见证，咱确信上帝伫咱中间，咱要亲目看见主。你若有是即款的决心的，你心里甲主讲：主啊，我要意爱看到你，看到你的大能力甲开力。姜老师有引用着圣经节，伊讲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是不是你有缘有拄着真多的看路甲忧愁？你甲主讲：主啊，我要感谢你。我要恳求你，带我行过这段黑暗的日子，因为主你要通过耶稣基督赏赐我对你来的平安，对你来好保守心怀意念。咱家己甲主讲，主啊，我要亲像姜老师安尼，无互遐威胁。遐苦难拍倒，我要看见上帝，互我是
喜乐的人生，哀哭变作跳舞的人生，是要勇敢为主做见证的人生，是要为主来验证，传信息，互人归主，这款的信心。这时，牧师要招咱来祈祷，我来带祈祷。咱特别来为着蒋老师祈祷，因为伊毋只干是一个音乐工作者，伊嘛是变做上帝的女婢，伊勇敢为主做见证。这是上帝予伊迄个美好的祝福甲吊命。咱三个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今仔日通过蒋怡金老师伫阮的中间。主啊，伊水的歌声，互阮心跳跳，互阮心娱乐。伊美好的见证，互阮知影主你拢一直伫阮的身躯边，在甲阮鼓励，甲阮娱乐讲，你做了真好，勇敢壮大。阮忧愁烦恼的时，阮知影，当阮对你恳求，对你感谢，主你就要应答阮伫你面前的恳求。感谢你，互蒋老师伫伊人生上黑暗的时阵，有属灵的朋友来鼓励伊、替伊祈祷，引带伊行伫迄条光明的路。父上帝，阮也要奉你的名，有迄个敏锐的心去帮助阮身躯边拄着艰难、忧伤、劳苦的朋友，也是亲人。父上帝，愿你祝福伫蒋老师。伊过来，伫伊的音乐的事奉以及见证的事奉，拢会当伫大家教会来鼓励侪人，互阮知影主你伫阮中间，主你要赏赐恩典甲快乐伫阮中间，互阮看见你的大权能，以及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互阮亲像要显明上帝你祝福的源头。祝福的记号，互阮大家人心智勇壮，互阮无搁再啼哭，无搁再穿满衣，是阮要欢喜跳舞，要有喜乐的人生。感谢你恩待阮，赏赐这款的祝福伫阮中间。感谢阿罗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但这回咱搁用一遍最热烈的掌声，甲咱的蒋老师多谢。谢谢，请坐哈。咱蒋老师第二场，吼，你若爱听伊唱歌吼，唔通转去过来，哈，过留落来安尼吼。咱时间吼要较节省，所以即阵咱要唱4首回应诗。这首回应诗吼，嘛是真宝贵的诗歌，境遇好歹，变化无定。伫吟诗中，咱就要来收奉献。你若甲时间交互咱的年轻长老吼，咱就请执事准备来收奉献。好。咱来唱一面坐咧一面唱吼，境遇好歹，变化无定。境遇好歹，变化无定，上帝在照顾你，念主是的阮当免惊，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大日在过，大日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为主做工无免失志，上帝在照顾你。路坎坷危险的时，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大日在过，大日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照顾你，你主起龙为亚瑟，上帝在照
师。这是咱做伙来读本个月的金句，请咱做伙用台语来读一摆。耶稣佮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外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反倒有活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这是我来报告。下周释放当天，司礼是乌信昌长老。集体交通。第一，本会今仔日2长的礼拜，欢迎江怡君老师主领诗歌见证分享会，并指导圣歌队献诗。咱非常感谢伊，愿主坚固伊的手所做的工。第二，本主日也是总会原住民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弟做伙参与关怀，并欢迎为这个事工的经费来奉献。第三，小会公告，本会定伫下主日2月23号召开定期会员好会。当日只有1长的礼拜，请全体的会员准时参加。礼拜四有提供午餐便当，若是需要请假的，也请咱小会书记李荣泰长老来请假。第四，本会定下主日召开2月份的小会，请小会员来注意时间。第五，大道团的消息，本年度耶稣受难前40日连锁禁食祈祷，要伫3月初10到4月18号来进行，邀请兄弟踊跃报名参加。第六，本学期奖学金的申请到3月2号截止，请大家来注意。咱来看第8点的第2项，本会吴崇玲姐妹主持的天波音乐教室要举办2场的音乐会，咱欢迎兄弟踊跃来参与欣赏。以上简单报告，咱请牧师补充。我做补充，以前先来介绍咱的新朋友啦吼。咱大先呢，咱来欢迎就是江老师只有讲，伊少年时代的牧师，就是咱的黄浩良牧师全家伫咱中间，来听江老师的见证，来欢迎伊来，黄浩良牧师全家。黄浩良牧师是咱退休的牧者拢伫咱台南的所在，进前嘛拢有来咱上年来甲咱做分享演讲来讲道，搁来欢迎这个连慧英姐妹，连慧英姐妹伫倒位？连慧英姐妹欢迎你，欢迎你今日真欢喜伊进前捌来过小可对咱教会有熟悉啦欢迎常常来搁来是咱江老师邀请的朋友，就是邢敏华还有王玉燕，邢敏华、王玉燕，好，欢迎你们2位因伊本来是教会基督徒啦今日特别来遮听江老师的见证安尼。搁一位是于玉芳姐妹，于玉芳姐妹伫倒位？好来，伫遮欢迎伫咱的这个音响室头前遮真多谢咱一人通过江老师的见证心内有真多学习感动啦咱江老师呢，伊是受咱的这个圣歌队佮林清老师的邀请，咱每年要庆祝50周年所以咱的圣歌队是本来就唱足好
希望要更较好吼。对啊，所以请咱的专业的咱的姜老师来甲因指导吼。嘛，咱期待啦，伊应该是久久来拢来一遍，甲咱指导。毋知会留落来参加礼拜，我毋知。毋过吼，咱以后会阁有机会听到伊唱歌就对啦吼。咱阁一遍热烈鼓掌，甲姜老师谢谢。小等下礼拜煞吼，咱请咱的中级啦吼，是讲政府的干部，咱留落来甲姜老师迄张相做纪念安尼吼。礼拜煞就来头前真多谢。只有是要甲咱提醒几项拄则报告，咱上报告的最后的图卡都好哈。几项曙光要报告，做最后的，放到最后，直接跳到最后。最后呢，就来，咱有加入太师的查经班，吼，咱要伫3月12就要开始啊，是拜三早起10点，到暗时8点，赶紧来报名。咱往年2档吼，咱的这个曾瑞平牧师吼，伊的大查经班吼，时间足有效率，内容真丰富。欢迎大家来报名吼！爱报名，伊带人准备资料吼。对3月12拜三开始，搁一个来，搁一个是头前，这个是文道学校，这个是第二部分，就是侍奉班，就是讲你要成做侍奉者，咱领袖班就对啦。咱请欢迎有读过第1级的，就是咱的文道学校第1级的，咱来读这个，咱的干部、中级。是咱的这个小组长，搁这侍奉干部，包括要参加迄个幸福小组的同工，欢迎你来报名吼。咱有搁几礼拜就要开始吼。搁一个是这个文道校吼，就是3月初9就要开始甲咱第一级的拢同时间进行，一个是升级班，一个是基础班安尼吼。主要有讲到咱这个受难周进前吼。40天的祈祷吼，咱有这张相片，就是咱搭伫楼骹迄个装潢的迄个墙的顶面有一个名单，有一个架要互你签名，你来签看，你倒一天的中昼顿、早顿、暗顿，你就甲签名，迄嘛有一支笔伫遐吼，咱善言老师做足详细，你通足清楚伫遐来签名。最后一项就是讲后礼拜是9点吼。后礼拜9点做礼拜，因后礼拜咱要合会，敢若一场啦，定。所以请咱第1场是较无问题，是第2场爱注意爱提早到9点来做礼拜安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假使你若时间会使的吼，咱留落来搁听第2场，咱听张老师唱歌，搁见证啦吼。咱今仔有爱心午餐吼，所以免烦恼吼。好，咱甲时间到，咱的诗会。这是来因上营的诗歌，俄勒天顶主宰，因是煞，请牧师接得，请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怜悯、恩赐甲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伫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阿免。阿免。请坐灭倒，咱请圣歌队唱祝福的歌了，咱才来离开。
哈利路亚，感谢主。各位兄弟，咱有看到迄灯光无相像无？吼，这投射灯吼，咱有收定新换新的哦，吼，真水真水。啊，咱请东江来调整成照相模式。啊，咱请东江长子建国伫东江来头前好无？啊，因咱时间。